它的整个可塑性非常强，它等于是当时练什么提高什么，因为它原来比较差的，当然它具有一定的速度水平，但是其他方面都比较差。那比如讲给他练有一个练习，就我们拿个杠铃压在肩上那个练习。那么像其他运动员，他就上面放个15公斤的那杠铃片，加上去要50公斤。那么后来他这个肯定不行的，就把其他杠铃片都拿掉，就光是一根杆子才20公斤，他都压不住，他一坐人就软下去，他就受不了这么一个重量。那么就是从这么一个情况，他就慢慢上来，慢慢挺起来了，20公斤没问题了。后来又加两个2.5的35公斤没问题，完了再40公斤，再50公斤，就慢慢就这么上去。每次比赛都有个惊喜，每次都有好像一步步，好像这个小孩子们好像坐楼梯一样的，一步步往上面走，不往下面走的。他这个成绩就是好像一年一个样，一年一个样，一年一个样。那么从他整个发展的过程来讲，不能说他是坐直升飞机，最起码像坐电梯一样。身体的肌肉什么胸肌了没有的，很平常的一个人呀。就我们认为他还是有这个可能提高的，有可能再刷新一次的，有可能。1286，有可能的，1286有可能的。我不想说什么大话，但是我觉得我能够跑得还快一点。对啊，反正12秒88不是我的终点，我觉得就是这样。